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Emma，幾多歲？今年21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好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Hi ma'am，先生太太，你哋好，我叫 Emma，今年21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佛教徒，我之前做過係內容練，我識過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尊重工作學詞，整街整藥整蛋炒菜煲白汁煲湯。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學詞，帶公公婆婆開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啊！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學詞，幫佢哋沖涼啊，拖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學詞，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啊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仲要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到啲錢。我一定會勤力留心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車我做過多啲晒喺香港見，拜拜。